主望2026年2月2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困境中的愿望，圣经咱做来听读。约翰福音第1章第19到18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，约翰福音第1章。创世以前就有道，道甲上帝同在，道是上帝。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。上帝通过伊创造万有，一切被造的，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。伫伊内面有活命，即个活命是人类的光。即个光伫黑暗中得着，黑暗毋捌赢过光。有上帝册内的一个人，名叫做约翰。即个人来是要作证，为着光作证，要互所有的人通过伊来信。伊本身毋是迄个光，是要为着迄个光作证。有真的光进入世间，来照全人类。伊伫世间，世间通过伊来创造，毋过世间毋捌伊。伊来到家己的所在，家己的人无接纳伊。遐个接纳伊的，就是信伊的人。伊赐因有权，诚做上帝的囝儿。因毋是对血统，毋是对肉欲，嘛毋是对查甫人的意念，是对上帝生的。道诚做人，踮伫咱中间，充满恩典甲真理。阮有看见伊的荣耀，是天父独一的囝才有的荣耀。约翰为着伊作证，话讲：即位就是我捌甲恁讲的。伊伫我后面得来，却比我较大，因为我还未出世，伊就存在。对伊的丰富，咱拢领受恩典，恩上加恩。律法通过摩西颁布，恩典甲真理是通过耶稣基督来的。无人捌看见上帝，只有爸心怀中独一的囝有甲伊显示出来。困境中的愿望，悔不当初，后悔当初迄阵哪会安尼？这常常是一个人拄着极大困境的时，懊悔过去所做的代志，掠做若会当转去到伫过去，就袂做出同款错误的选择。总是即种想法并袂当帮助人行出困境。因为人根本无法度倒转去过去，搁较无法度改变继承的事实。若是安尼，敢毋是互人对生命搁较绝望？因为在人看，差不多无任何改变的可能。总是真正是安尼是无？其实，迄是人受过去困牢。掠做未来也会照过去的经验发生，却袂记得上帝是对无到有创造世界，困境是有机会突破的。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讲，创世以前就有道，道甲上帝同在，道是上帝。作者约翰讲到道的存在，指出宇宙受造以前，早就存在，搁甲上帝同在。这表明上帝是超越时间和历史限制的存有。道就是上帝，表达出道甲上帝袂当分割的关系。这个道就是上帝家己，因为安尼，道诚做互世间人认捌上帝的方式，伊袂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，进入咱的生活，
14节讲到，道真侪人踮伫咱中间，就是讲耶稣来到即世间，真做咱入捌上帝的媒介，因为伊本身就是上帝。就亲像创世纪第1章所记载，起初上帝创造万物的时，一切拢照着伊的命令完成。换句话讲，所有的创造拢是透过上帝的话语所产生的，也因为安尼，人通透过上帝的创造来感受上帝的存在。就亲像约翰所讲，上帝通过伊创造万有，一切被造的，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。对约翰福音来看，耶稣就是道，佮拥有上帝话语的创造能力。这意味耶稣来到即世间，伊所施行的拯救，并毋简单是对毋好较好，是对死较搁活。对人来讲，死是不可逆转的，因为安尼人死不能复生。但是上帝的创造是对无到有，死代表无，搁活代表有，也就是新的创造。当咱的性命陷入悔不当初的落谷仔门的时，毋通袂记得上帝差遣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咱中间，这表示耶稣带来的拯救是新的创造，是对无到有的创造。面对困境，咱无需要被过去的经历困住，是爱伫每一个困境中经历对无到有、对死到搁活的新创造。因着道成肉身的基督，咱的人生无搁再受过去捆绑，也无搁再陷入绝望，是踮伫耶稣基督内面得到新创造的愿望。默想，耶稣基督来到世间，带来新的创造，这对陷踮困境中的人有甚物帮助？我爱安怎做，才袂互过去的失败限制，搁伫基督内面有重新受造的愿望呢？耶稣基督来到世间，带来新的创造，这对陷踮困境中的人有甚物帮助？我爱安怎做，才袂互过去的失败限制，搁伫基督内面有重新受造的愿望呢？咱来祈祷，感谢耶稣，因为你的道成肉身，互我无论面临偌大的困境，拢会当经历对死搁活的愿望，伫每一个挑战中经历重新被造的恩典。奉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新心灵，拢勇行平安。